欢喜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19，旧历的12月初7，礼拜二。这个新冠病毒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已经变做社区感染了。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今仔日增加6例确诊的病例，2例是境外输入，4例是本土病例。这4例拢甲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有关系。一个是病院的护理师，一个是病院的外籍看护，另外2个是按863迄位护理师的翁婿甲查囝。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4例的本土的个案均为医院感染事件的确诊个案的接触者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表大概我们大概是红色的这几个个案是今天新增的大概是按864、865，他是按863同住的家人。那863在工作的时候接触。863是10B 的护理师，在工作接触的时候，他有同病房的护理人员是868。那另外还有一位是在9B 的外籍看护，他是869。那因为我们原来的856，他的这位主治医师。他有跟这个869有接触过，那似乎好像他跟869也跟838有接触过，那到底他是由哪一位？到底由838或是856传给869的？那目前我们在厘清中。那总共有这样的一个4位的案例1位护理人员，那2位是原863的同住的家人。那另外一位是在9B 病房内的外籍看护。后来今仔日增加的4例本土病例，拢是病院确诊者的接触者，其中2例是按863迄位护理师的翁婿甲查囝，都是按864甲按865。一个是甲这个护理师伫咧同一间病房咧工作的护理师，按868。一个是住伫咧病院的这个病患的外诊看护按869。